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老朋友，一锅茶，讲天讲地讲到半暝。乌龙村啊，东风美人来陪伴，心内话越过来越过去。一条老情歌，嘻嘻嗨嗨毋正调，莫去唱来唱去，笑声揽着目屎跳舞，唱甲醉茫茫。一碗咖啡笋，你啉汤，我食笋，烧烫烫的感动。不管身在天边海角，心犹原相依偎。一通电话，随陪到剩一个缺失的你身边，找你讲，听你笑，激你动，一尾话龙中见江湖。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46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老朋友。今日起，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咱讲一个人最重要的。尤其到年老来吼，上重要的就是老朋友啦。当然你讲有老朋友，爱有钱啊，爱有健康的身体啊。毋过我感觉这个朋友真正愈老，老会掉的朋友愈老，感情会愈好。我写这首老朋友就是讲，咱有当一寡心内话啊吼，嘛是爱有一个透放的出口啦。咱对啥人讲？对老朋友来讲，这老朋友人见面就是有当烧酒泡茶啦，唱歌踅街，上重要就是讲心内话。若有啥物悲伤，有啥欢喜啦，大家拢会使互相分享。所以，泡茶讲天讲地，讲甲3更半暝，就是讲无所不谈，啥物话都讲，有当时啊，这老朋友啦，破病，还是讲人无爽快，莫敲电话来，咱就随走去啊。嘛捌讲一个老朋友，一个同学，伊伫病院，人已经甲送去病院急诊，迄阵是家长甲送去的，伊伫校，就讲雄爆肝啦，惊讲爆肝吼。会怎赶紧送去家己？我就一通电话敲来，我听到伊的声音无啥讲，我就来讲，我紧啥物代志做你讲？伊讲伊伫家己，人甲送来遐，即摆伫急诊室，人甲送来的人已经有代志，已经走了，我就随走去。我搁甲我的物件款的，我是知影伊讲伫急诊室换洗，爱住院。所以我要去的时，我就先刷甲我简单的物件，炸去，我就讲我就是用要来陪你，迄暗就伫遐陪伊讲，听伊笑，叫伊叮当，嘛袂使无叮当啊，还没小可讲的，无伊迄个今日讲迄个感染指数会搁一直悬去。
当然医生也拢会来顺啦。咱就是讲，既然朋友咱会当做的就是安尼。该互伊休困的时，我都互伊休困毋通互伊安尼伤过操劳到过两天，伊的后生下班后生是为台北赶落去我才替换当然伊的身体就自然咧健康起来，豆就拢会搁出来和阮出来佚佗就若像一尾活龙，问出来江湖共款中出江湖。咱讲这个春，这个春要安怎写？这个春倒手边是宝贝贝，正手边是春天的春这个春什么意思？就是物件咱食咧食不完的遐叫做春咧，钱咱用无用去的留咧，迄嘛是春所以讲剩下的东西拢会使甲叫做春。尤其咱过年时咱讲咱拢会搭一个春咱会用春天的春代表春天的春字甲伊搭颠倒头咱这个春是正港的春啦毋免用迄个春甲搭颠倒头讲安尼倒春啦也是讲春的拢是春有的讲倒春，有的讲春的春到人间嘛当迄个意思咱这个宝贝，咱知影什么上宝贝？实在的宝贝，当然是钱钱才是上界实在的啦所以用一个宝贝贝甲春天的春，就是咱台语的春落来的春。一碗咖啡笋，你啉汤，我食笋，烧烫烫的感动。咖啡笋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蔬菜。顺利去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杜妙仪小姐来为咱介绍咖啡笋。咖啡笋足侪人讲美人腿，因为伊白色的嘛长长。个非常的就是撩人，讲闪闪撩人，所以拢讲美人腿。上多的所在，正常多所以就是玻璃啦，搁台北的三芝的美人腿嘛最有名。咱想讲咖啡笋是毋是伊是笋？伊是笋伊其实毋是笋但是这个咖啡笋伊有一种菌，一种细菌，即讲咱爱注意的颠倒是这种，因为伊种的所在是有水分的所在。因为有水分，所以就变做会发霉，所以有一种生菇的菇菌、霉菌。但是咖啡笋你看一点一点乌乌，迄其实是伊真菌的迄个孢子。但是伊若总讲水分总落雨落伤久，伊伫咧田内底放伤久的时阵伊若变做小可咖啡色，小可有咖啡色迄种色滴出来其实迄个是有霉菌，上好是莫食。其实含迄个甘蔗同款，比如讲甘蔗其实伊的头嘛是伫迄土内底嘛你若水分伤多的时阵，其实甘蔗若总讲甘蔗要害是伊的甘蔗心先变做红咖啡色的有无？迄就是有霉菌，霉菌就是讲已经生菇但是你外口看起来好好但是迄个甘蔗心小可红搁小可咖啡色有无？即含即个咖啡笋同款，咖啡笋若总讲你若发现讲小可有点红搁咖啡色的，迄就是已经伊的心内底有小可霉菌迄就上好莫食伊若总讲一点乌乌迄其实伊是迄个真菌的孢伊的即摆叫做美人腿，是因为伊就是伊的外表看起来就是长长白白闪闪撩人，人讲形容什么做囡仔上水，闪闪撩人安尼。窈窕撩人玻璃一袋即摆种1800公顷，所以90%以上其实是伫迄个玻璃啦。一碗咖啡笋，你啉汤，我食笋，烧烫烫的感动。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多苗音小姐主题讲解，洪嘉文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